歡迎收睇今集 Vlog 咪。喺東京呢，我哋估唔到會做咗好多我哋估唔到會做嘅事。例如係配眼鏡啦、曬相啦、DIY 高湯嘅湯包啦，估唔到整唔成啊！但係就成功去埋豪德寺掃招福貓。早排趁住日元匯價直撲5算，我就用 iFast 戶口咧，象徵啲 yen 擺喺活期戶口度，我都有啲息收嘅喎。咁至於英鎊、美金、港紙嘅定期息口咧，就更加吸引添。我都擺啲落去噶啦，希望到時靠住啲息咧，食得會拉麵啊嘛。咁點解我要唱定啲現金呢？因為喺日本仲有好多鋪頭咧，都淨係收現金嘅啫。咁我就擺啲落去呢個活期戶口度，到時到後撳出嚟都好方便嘅。不過大家要留意啦，部分當地 ATM 營運商可能會收手續費，撳錢之前記得睇清楚畫面顯示就最穩陣啦。補充多一點啦，非英國居民嘅銀行用戶要留意 iFast 今年會推出 Scan and Pay 功能，之後大家去旅行消費就再方便啲啦。呢間好有深夜食堂 feel 啊！其實8點半㗎啦，不過江東區青城白河附近係住宅區，呢一個時間呢一種幽靜都合理嘅。江東區青城白河附近其實係江戶時代嘅深川浦，呢一帶潮退之後呢，沙洲露出捕魚一流啊！當時唔少漁夫呢都喺呢度捕魚嘅，而為咗喺工作空檔快速充飢，就研究咗呢一道深川顯飯料理啦，可以話係人民活動嘅副產品，所以就試一試地道美食深川飯。有咩勁得過一隻蛋黃啊？黐線，咪就係2隻蛋黃咯！鮮甜。我哋嘅深川苦飯嚟啦，但我想講咧，呢度實在太靜啦，所以我都唔敢講太大聲。但係其實好香嘅呢個飯，試下個湯先。哇，好鮮啊！因為佢有非常之多蜆喺度，佢個湯呢，佢就係用啲蜆熬出嚟，有一個湯飯，然後再加咗個蛋落去啦。咁我就增添咗啲七味粉，成件事升華咗好多。嗱，我本身唔中意食湯飯嘅，但係呢個湯飯真係好好食。哇！而家冬天一流。幾 OK 喎，OK 喎，紅色病又爭啲咯，幾有型啊！哦，一定揀圓嗰款。但係灰色啱唔啱？啱我。唉，呢啲時候呢，由佢自己揀就最好噶啦。好啦，我順利配咗眼鏡啦，個過程呢，比我想象中簡單同埋快啦。其實我哋2點開始驗眼，然後2點9就可以攞眼鏡啦，正。我揀咗一個我冇乜點用嘅，冇乜點會 carry 嘅顏色，但係我覺得都幾襯我自己嘅。另外就係喺驗眼嘅過程咧，雖然我唔識日文啦，但係咧其實識日文嘅，只係需要話俾佢知左邊清楚啲定係右邊清楚啲啦，用嗰個遙控咧去揀左同揀右咁樣咯，全程係用英文，所以我覺得幾 OK。最重要係咩呢？個店員係可以講英文啦，亦都可以講中文嘅。後尾我發現，咁就都好細心，好細心。如果你本身係好似我咁樣近視嘅呢，有一副眼鏡喺身，但係又冇帶度數呢，都可以攞你嗰個眼鏡俾佢做 reference 嘅。咁去配眼鏡嘅時候呢，就方便好多啦。如果你係冇諗住配眼鏡，純粹入去想睇下 window shopping， 或者係想洗眼鏡都好 OK。洗眼鏡啊，咁都勁乾淨嘅，好玩。
到啦，今日我哋去曬相。第一次喺日本曬相同埋攞相，哇！呢棟 Konica 咧20年啦，差唔多。但係店員話仍然 condition 非常之好啊。自 friend 就950啦，再加 QR code 又曬埋即係嗰個 digital 咧850 yen 加埋。哇！先至係1930 yen 啫喎，9磅有找，係英國嘅一半價錢啊！即日可以攞。即日你就會有個 QR code，然之後就可以拎到相。咁當然啦，如果你想曬出嚟就另計啦。咁我哋而家 digital 啦。今次影咗2筒菲林，就試下呢一間北川寫真機店，冇快手喎。其實咧，我而家俾菲林佢啦，2個鐘頭佢就可以 develop 到，然之後都幫我 scan 埋相咁樣嘅。跟住睇個效果點先，因為咧其實其中一筒 Konica 咧已經冇咗好多年㗎啦。咁啊，佢都問：哇，咁老嘅即係菲林咧，唔知得唔得㗎？咁樣希望佢做得到咯。寄嘢返香港，寄嘢俾我姨新鮮，希望佢哋收到開心啦。用國際郵便寄2 kg 小型包裹，事前填好資料就會收到一個 QR code，落到去郵局職員 print 出嚟就記得㗎啦。香港屬於第一地帶，郵費係2250 yen。如果係英國嘅話呢，就係第3地帶，郵費3930 yen。記得有體積限制啊！多謝姨媽姨姐。喺呢個世田谷區嘅豪德寺轉入嚟呢條路之後呢，就有我哋今日嚟嘅一個叫做招福寺。邊個招福呢？啲貓招福。咁啊，除咗招財貓之外，就有招福貓噶嘛。相傳喺江戶時代，現根藩第2代藩主井伊直孝喺一次打獵回程途中，經過世田谷嘅豪德寺，喺寺門前就見到一隻白貓舉起右爪，彷彿就向佢招手。直孝就出於好奇行咗入寺，同寺入邊嘅和尚相談甚歡，仲避過咗一場突如其來嘅雷雨。佢又覺得自己受到庇佑，於是傾力資助豪德寺。後尾寺方就為咗紀念呢一隻帶嚟福緣嘅白貓，就叫咗佢做招福貓兒，並且設立招福殿供奉添。貓貓貓貓，全部都係貓，全部都係貓，全部都係貓啊！呢度有超過1000隻唔同大細嘅招福貓啊，唔同位置都有啊，有啲都擺得幾隱蔽噶，仲有啲貓有 accessories 添。有位外國女士就同我哋講，屋企有3隻貓，相信貓會帶嚟正能量啊。善信多數會買細細隻嘅招福貓去許願，願望實現之後呢，就會將招福貓帶返去寺廟度存放還願，象徵心願達成。之後再返嚟買一隻大嘅帶返屋企，祈求好運氣同埋福氣。本來我哋都想買一隻招福貓走噶，不過當日賣御守同埋招福貓嘅事務所呢，已經結束咗營業啦。唉，可能都係冇緣分啊。而豪德寺入邊嘅招福貓呢，同一般嘅招財貓唔同嘅，佢就冇拎起金幣，舉起嘅都係右手，象徵住招嚟嘅緣分。至於可唔可以轉化為福分，就取決於我哋自己啦。日本老牌百貨公司高島屋本身就有一段好有趣嘅歷史嘅，喺大阪發跡，至今接近200年歷史。東京日本橋店喺1933年開幕，當年係日本第一間同時設有冷氣同埋暖氣嘅百貨公司，而家已經被列為國家重要文化遺產，亦都係東京其中一個地標，成棟大廈都好有昭和感。二戰之後嘅1950年，高島屋喺屋頂養過一隻亞洲象仔，叫做高子。聽講第一日就已經有17萬人去朝聖啦，一時之間成為城中佳話。不過短短4年啫，高子嘅體重就由560公斤暴增到接近1.8噸。百貨公司最終頂唔順，決定將佢送去上野動物園。
而呢一段歷史其實一直都留低咗一啲痕跡㗎。如果你用俯瞰角度去睇高度屋頂樓嗰間屋仔 ，which 正常情況咧都冇咩可能做到啊，因為我自己咧都係睇 leaflet 先知嘅。原來佢係用咗一隻象去作為設計概念㗎喎。呢一啲花邊史料咧，就係我去旅行最中意嘅嘢啊！另外就係本館嘅設計咧，有一種老派奢華感，而且仲保留住手動操作嘅電梯，一直用到今時今日㗎。而家呢個年代，大型百貨公司面對時代洪流、電商當道嘅衝擊，仍然屹立不倒，其實都真係叫做唔話得㗎啦。嗱，呢個位行過去呢，就係麻布台啦。認真嘅，我哋去旅行呢，真係好少行商場，不過聽講地庫有間正嘢，不容錯過喎。距離唔知幾多30米左右就聞到高湯嘅香味。到啦，我哋嘅 DIY。瑤柱、魚、蝦乾、國產昆布都有好幾款啊，仲有無限嘅不知名魚乾，真係花多眼亂，每款都唔同價錢，價錢呢就係按克計算嘅，明碼實價㗎。日本東京嘅海味鋪咧，與別不同，就係俾你任揀啦，然之後咧佢就會幫你磨成粉末，跟住你就會有一個湯包啦，然後就浸出你嘅高湯，跟住煮嘢食又好，就咁飲都好，嗰隻香到爆。你呢個係現成㗎啦？咁啊現成㗎啦，已經係十足美味嘅，自己撈嘅話真係不得了。除咗湯包之外咧，仲有茶啦，同埋有大量醬油。呢個唔係紅豆咧？紅豆。老實講咧，真係有少少失望嘅，因為我哋專程趕到啦。不過估唔到已經截咗單，唔接 order 啦。冇辦法啦，旅行本身就有呢一啲預計唔到嘅事啊。今次 DIY 唔成，就可以俾多個理由，我哋下次再返嚟啦。建議如果大家想真係嚟 DIY 嘅話咧，就要10點至3點鐘嚟就會比較好。咁我哋咧就買咗現成嘅東京啦，同埋基本版。我覺得因為咧，其實咧你可以任試咧，試到啱為止嘅嗰幾款。裏邊有5、6種湯可以俾你試啦。我試到出汗啊，因為真係好暖身咯。但係90度高湯。90度高湯，好似浸咗個肉咁樣。好耐冇去過呢一種 supermarket。係啊，咁 fancy 嘅 supermarket 真。所以就日本東京新體驗，或者即係你都估唔到旅行去呢啲地方咯。估唔到啊！我都冇諗過，原來東京已經變咗咁多啦。定係其實佢一直都有啊？定我哋太耐冇去啦，可能。係啊，咁所以都係一個幾 modern，亦都幾藝術感幾重嘅一個商場。我哋走啦，去藥妝店。大家章魚燒食得多啦，但係呢一個超級爆蛋丸真係第一次，我哋真係要特登嚟試喺時代呢度。點解話超級厲害咧？因為佢哋啊，一粒章魚燒咧係揾8 cm 咁闊啦。睇到佢係章魚燒。係啦，咁啊呢個咧，據講啊，一粒就等於8粒。一粒等於8粒咁誇張？試下先。你呢個係原味嚟嘅。呢個原味嚟嘅。好搞笑啊！仲有咧，呢個係和風，入邊有啲菇啊。哇！係啦，咁當然仲有章魚啦。好似真係食得飽咁喎。好似真係食得飽。
個章魚有幾大嚿先？個章魚就嗱未係睇一嚿個定係咩嘅先？碎啦應該。章魚粒好多，章魚粒。哇好多喎都好似。try，試下呢度有菇嘅章魚燒。因為佢好大粒嘛，所以煮嘅時候咧，佢未必可以做到築地嗰啲咁脆面，將面咁脆，否則咧佢會燶晒。咁所以咧，呢個嗰個表面咧就冇咁脆咯。好似幾濕潤。幾濕潤，可以試下嗱嗰度。10個推介有幾多個？10個推介，我諗7個啦。嗱，如果大家真係中意食章魚燒咧，應該會中意脆口，但係裏邊好軟身。但係呢個咧入邊好軟身，出邊又唔夠脆咯。味道 OK 啊！除咗佢係章魚燒之外咧，係一個獨特嘅章魚燒。點解呢個材料幾豐富咧？頭先話有菇啊嘛，仲有鵪鶉蛋喎。哇，幾搞笑啊！你未必試過章魚燒鵪鶉蛋。個粟米啊，椰菜啊。我自己咧就有 stereotype，所以如果你話俾我揀，一定係揀築地，冇懸念。6.5 hours later，你到日本真係要食呢個築地，講緊係章魚燒嗰個築地，因為其實咧真係實在太中意食。以前喺香港成日食嗰個銀套餐，不過呢度冇銀套餐咧，就唯有食佢嘅章魚燒。咁今次咧我哋就嗌咗個 special 9條葱版本。咁睇落咧就葱量就唔算特別多嘅，但係咧最緊要都係佢粒章魚燒，試一試先。如果話原味好啲味，就係9條葱好味啊！原味你會覺得 original 啲，9條葱咧個葱香真係幾好。但下次我諗我會食翻原味啦。咁 trip 咧第2次食章魚燒啫，但放心啦，之後陸續有嚟啊！但係呢個就係另一個 version 嘅章魚燒，係超級大嘅章魚燒，包羅萬有，入邊有勁多唔同嘅餡料，包括頭先有粟米啦，有菇啦，當然有章魚啦，有章魚啦，佢木魚都唔吝嗇嘅，大塊嘅木魚啦。雖然其實係好軟糯啊，食落去嘅感覺就冇你所想嘅嗰種脆咯，因為入邊有太多材料啦。食一個食唔食得飽呢？自己食一個應該飽。加多0.5分俾佢啦，推介到7.5分。Fair enough。必須講返上一次喺北上野民宅 The One Ueno 望住晴空塔行過淺草呢，只係15分鐘咋。我哋呢就真係夾硬擠咗半個鐘出嚟，食咗平時我哋都唔食嘅早餐古早飯團啊！而今集最估唔到嘅係，竟然有電視台突然亂入揾我哋做訪問啊！我哋未景已經俾呢個日本嘅電視台訪問咗，搞咗1年之後咧，我終於可以講下呢個。呢個 miso soup 咧，呢個麵豉湯入邊有牛羊啦，有茄子啦，亦都有啲番薯。咁我哋就第一次咁樣飲，不過咧主持人就呢個係佢哋最 traditional 嘅方式喺早餐嘅時候。跟住呢個飯碟咧係spicy cod roll，配搭幾好幾香。咁就呢個係一個 set 啦，需要有個雞扒啦。有個植物啦，有個冷爐啦，係咪第一次咁樣俾人訪問啊？咁又唔係第一次，不過食嘢好似第一次啦。係啊，估唔到啊！第一次我哋自己都未影，就俾人影咗先，冇準備到，因為佢居然係問 miso soup 而唔係問嗰個飯團。不過佢嘅主題係
湯咯。趕時間去啦。趕時間，趕時間。2個鐘之後呢，就喺呢個北川寫真機店嗰度攞晒菲林，攞埋嗰個 scanning 嗰個 code 呢，咁就可以睇翻相啦。我覺得真係好方便啦，同埋呢度呢，其實唔止咁簡單嘅，上面仲有好多中古機啦、Leica 嘅即係珍藏啦，都可以上去睇嘅。除咗晒相點知咁少啊！我哋喺日本東京以及其他地方有更多精彩嘅嘢話俾大家聽嘅。下一集方位再見，拜拜。